纸医生吼，就讲老师你话讲到这个图吼，卷起来啦。是啊，因为迄个纸迄个材质正面甲尻川底材质应该是有当时无的确是共款的哦。啊，安尼卷起来时阵，我来卷过去，这后壁面无共款，啊，这是有画图，安尼敢会去撸掉，敢会去造成伤害？所以讲，咱即摆人咧讲吼，抬头的生理啊，吼有人做，了钱的生理无人做。所以讲，即摆足侪人要摕去用八度、八叉的时阵，伊拢会讲抬价。哈啊，生理人足简单的嘛，你甲我抬价，我就甲你头讲减了。哦。所以讲，因就是讲后壁绝对无甲你拍蜡。哦。所以讲呢，内行的人就知影讲八叉啊、八了上尾啊一个功夫，就是后壁要拍蜡。拍蜡。因为后壁的纸，你唔通看讲伊旋纸呢，敢若足平。咱的影印纸你嘛唔通伊足平。你若用放大镜落看，伊内底是一层一层的。你安尼卷来卷去，卷来卷去的时阵，你的头前会倒落去磨损掉。啊，迄种磨损是足轻的。也是因为伊安尼磨损，所以讲阮的股东界有一个惯例嚟讲，你这张图是新的还是旧的？有做手过无？有订背过无？就是讲叫做包浆啦。包浆。后壁若有拍蜡的时阵，你逐摆卷一摆收一摆，卷一摆收一摆，后壁的蜡会转来头前的图啊，图的头前会形成一个包浆。这个包浆是有钱无得买，所以阮一定甲人家讲，旧图非万不利，无破边甲足严重的时阵，唔通订背。订背了，伊即摆伊的边仔的料，甲伊的全部配件拢爱换新的。换新的了，你讲我这张图讲我这张700年，不过你的边仔的配料是才20年了呢，伊的物件就不同质了。哦，啊，讲到这个纸，想要来请教就是迄个丁凯老师啊，吼，就是讲，为什么古早的纸拢看起来小可是因为年久过深，小可去铺去啊，还是讲伊？当初是伊咧做纸的时阵，迄个邮寄的历史的典故啊。即个纸伊咧做吼，就咱内底本身咱除了吼，头拄咱吴老师咧讲的，即个纸的纤维以外呢，伊其实有足侪即个，包括咱即摆咧讲的，就是汉药，啊是讲一寡天然的物件。啊，伫即个你讲的特别有较黄的即个所在，其实伊有时会染一款嘛是算汉药的一种啦，伊叫做黄片。而且黄片呢，它是黄柏。嘿，即个黄片呢，咱若是讲哦，咱即马咧讲即个蚌哦，黄蚌哦，咱迄个这考试考上啊有迄个蚌，为什么会叫黄蚌？其实即个蚌呢，伊迄个黄所指的，伊就是即个黄片的即个色。伊即个色呢，伊有带一个特色，伊就是会防即个蛀虫。哦。像对阮伫收藏来讲，其实阮除了即个漆皮以外呢，阮上惊的就是即个虫。哦，咱会讲剪仔虫，啊是脆骨啊，哇，有时啊拍开，哇内底安尼虫尿尿蛇啊，嘿，为什么有虫呢？你只要湿度有够，营养分有够。才会找到变伊的即个天然的即个饲料，哇，大家拢饲甲足肥的，对。所以即个黄片，包括伊咧做纸，咱即个过程中有一寡即个调整出来即个物件，这嘛是头拄咱吴老师咧讲的，一寡纸你要互伊纸修千年，其实较侪物件，为什么敢若纸来讲纸修紫寿？它的寿命纸修千年，其实伊是有一寡用意伫咧。哦。原来是安尼，既然讲到迄个纸医生老师咱都话 VCR 有看到迄个李占星的迄个字画要先请教老师讲，迄个时阵迄帮物件送到你遐的时阵伊是啥物款的情形？伊敢有受损足严重的啊？因为迄张图来的时阵我拆掀开掀到一半的时阵。我来讲，这个是好物件，因为迄个是我的老客户，因为因兜收藏足多，不过伊知影了，伊知影我的技术了，伊拢想要做插啊，因为插啊较好收藏。其实咱中国的里头，插啊是上好的收藏方式。不过咧，因为咱的自古以来文人啊，就是无甘愿满足于现实。我即摆有啥物纸，我写了，我有头写，别人嘛有头写。伊会袂满足，伊就想要个较特殊的纸，因为有人需要，就是有这一个艺人伊就去做，所以伊即马摕来迄种叫做蜡签，蜡签就是在青的纸顶悬落去
顶悬搁甲扫一下拉，透一下拉了，互伊较硬正，较硬正了，写起来字会较有力，伊是有顶悬有拍拉架，拍拉架就袂开咩拗的，是拗就断去，所以你甲看咱即马即后壁修好好即张，顶悬拢是咧痕啊，白色的迄痕就是拢断去的，迄断去的叫做无法度搁恢复。因为除非你还搁甲放拉顶入去，不过你即摆搁放拉了，会去甲离去炸掉。所以讲伊来的时阵，我甲确定讲即张是蜡铅，所以我专家建议讲袂用去做梗的，即张来真轻。那真轻的时阵，佫是有考虑到伊收藏的方式，因为呢蜡咱台湾湿气，惊后摆会生黏，生黏的时阵，咱头前有一个亚克力也是玻璃，会去黏掉的，所以咱即个是做两元轻。内底佫一个云波啊，啊，库里是放在云波啊顶悬。哦，伊甲镀锌是无打掉的。吼，这就是较高工、较专业的。所以要保持一个对，一个芳伫，互伊袂去生黏去黏掉。